我喜歡儲錢，所以由香港匯錢返中國內地，我會用支付寶作為匯款嘅方法。我哋示範如何在香港支付寶匯款上中國大陸嘅支付寶或者中國大陸嘅銀行。首先，我哋打開香港支付寶，中間位置有查看全部，撳落去，揾到匯款，中間位置匯款至中國內地，佢已經註明咗個匯率，亦都註明首次匯款係免手續費嘅。我哋撳落去，填寫你所需要轉嘅銀碼，匯款，手續費已經顯示咗。由於係首次匯款，所以係免費。之後嘅每一次匯款係25蚊。匯款金額多過6500蚊人民幣嘅話係免手續費嘅。我哋撳用戶協議，下一步輸入所需要嘅相關資料，然之後撳下一步核對個資料正確嘅話就撳確認，確認就可以輸入密碼，款項就會喺15分鐘之內就會匯咗上大陸㗎啦。香港支付寶有匯款功能，去大陸支付寶或者大陸嘅銀行帳戶嘅，最快可以15分鐘之內就到帳，而一般情況底下即日係可以完成嘅。少數情況就需要下個工作天，例如銀行系統維護。而收款嘅方式就係要係內地支付寶餘額或者係內地銀行帳戶。同時間亦都有使用條件，使用條件就係匯款人要完成香港支付寶中級以上嘅認證，即係要提供晒身份證資料嘅。而收款人嘅內地支付寶都係必須要完成實名認證。手續費係首次匯款係免費嘅，而之後嘅匯款額超過現行就係6500蚊人民幣係免手續費，否則嘅話手續費就係25蚊，遠遠係低過銀行嘅匯款嘅手續費嘅。而且一般嚟講，香港支付寶匯款上大陸嗰個匯率係比銀行較為優勝嘅。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如果覺得短片有用，記得關注、點讚。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